苗圃八福第7課，病得醫治，脫離疾病網羅，醫治湧流。第3天，馬太福音6章14節：你們饒恕人的過犯，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。馬太福音6章14節：你們饒恕人的過犯，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。親愛的主耶穌，多謝你赦免我的過犯，求主耶穌幫助我，給我力量，饒恕一切曾經傷害我的人。求你幫助我，能靠着你的愛饒恕別人，讓我全然得醫治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，我已經得着天父爸爸饒恕的恩典，我必有能力饒恕別人，領受醫治，得着完全的釋放。阿們。